已經入秋啦，天氣乾燥，正係食梨嘅時候。今日教大家整秋梨膏。秋梨膏有化痰止咳、潤肺生津嘅功效。入秋前咧，魚仔都會整定幾支擺喺雪櫃，一有喉嚨唔舒服咧，就不一羹沖嚟飲。飲完之後咧，個喉嚨就會即刻順暢同埋舒服翻嘅。快啲跟住一齊做啦！需要用到嘅食材有6種，分別係梨、紅棗、生薑、羅漢果、冰糖同埋川貝粉。首先將梨洗乾淨批皮榨汁，紅棗去核，生薑切絲，再將羅漢果用手搣碎。前期嘅準備工作就 OK 啦。依家開始將除咗川貝粉嘅材料一齊放入鍋中煮，煮滾之後較細火，期間要不時攪拌，防止燶底嘅。細火煮大概45分鐘左右咧，就可以隔渣啦。將過濾完嘅梨汁再用細火煮到黏稠，煮滾之後落埋川貝粉。同時咧，我哋要準備乾淨無水無油嘅器皿，攤凍之後就可以入樽啦。一般放雪櫃保存咧，可以放3至4個月嘅。我哋嘅秋梨膏就製作完成啦。想知道更多中醫知識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我哋。